屬鼠嘅朋友嚟到2026年，因為受到犯太歲嘅影響，再加上受到比較有力嘅空星干擾，所以今年係處於多變動、起起跌跌、反覆無定嘅一年。所以今年要考緊牙根，正面去面對。喺事業方面，今年有唐符同天廚兩粒吉星加持。唐符代表權力官運，工作上有機會俾你喺公司入邊站穩腳步，甚至升職加薪，攞到更高嘅話事權。但因為有歲破空星影響，所以想要成功都要經歷比較艱辛嘅努力，排除萬難先至可以有所收穫。同時做嘅過程都容易臨時有變。所以凡事要留後備方案，希望喺艱辛之中得到成功。其次，今年有天廚吉星出現，除咗好有口福之餘，亦都有利從事同飲食嘅朋友，例如廚師、講飲講食嘅 KOL 等等。今年可以嘗試發明一啲新嘅菜式，又或者參加廚藝比賽，話唔定會有好嘅收穫。喺財運方面，空星大耗代表破大財，錢嚟得不易，但係去得又快，所以要特別留意財務安排。今年一定唔可以投資開始做生意，亦都更加唔好同朋友做任何涉及錢銀利益嘅交易或者合作，亦唔好貪小便宜，因為少少錢銀利益而做一啲有風險嘅事情，否則容易因小失大。健康方面，今年有天黑星，容易唔開心，有時莫名其妙，心情極度低落。縱使冇淚流滿面，亦都內心垂淚。所以今年最要注意就係情緒嘅問題，所以建議去做啲自己開心快樂嘅事情，希望可以減輕呢啲負能量。同時災煞空星出現，屬鼠嘅人特別要留意人為嘅意外災禍，例如行街遇到癲佬、落酒吧、隔離台打交、誤傷自己等等，所以要萬事小心。至於感情方面，犯太歲對感情嘅影響其實都幾明顯嘅，容易同另一半因為啲雞毛蒜皮嘅事嘈交，而且自己都會覺得煩躁不安，冇咩心情同對方溝通，慢慢就會令雙方出現疏離同冷淡嘅情況，令關係越搞越僵。如果原本已經有問題嘅感情，今年最嚴重嘅情況可以去到分手，所以要好好去正視雙方將會出現嘅問題。大家好，我係莫迪天，歡迎翻嚟紫微斗數 BB 班嘅第9集。今日要講嘅係天府星。天府星係南斗主星，有領導嘅才能。佢同紫微星一樣，都係代表領導，可以比喻為係紫微斗數裏邊有兩支軍隊，而佢哋兩位就係將軍，分別帶住唔同嘅隊員。而兩者不同之處就係紫微星係具有開創力嘅領導，而天府星只係跟住而家現有嘅局面繼續發展。而天府星嘅特性就好似銀行，銀行當然要有錢先至係好啦，所以如果見到代表金錢嘅祿存星，就可以將天府嘅優勢帶動到出嚟，即係銀行裏面有存款，係一間有實力嘅銀行。相反，如果見唔到一啲代表錢銀嘅星曜，就發揮唔到天府嘅優勢。而天府星坐命嘅人，人生比較安定，做事小心謹慎，謙厚謙卑，處理事情會好穩重，顧全大局，唔會輕舉妄動，所以會俾到人一種好踏實、好靠得住嘅感覺。如果再見到吉星，例如左輔、右弼、文昌、文曲，可以提升命格嘅格局。但係如果冇吉星之餘，又出現擎羊、陀羅、火星、鈴星、地空、地劫等等嘅煞星，人生會比較辛苦。如果再會照忌星，性格不單止唔忠厚、唔正直，仲反而會奸詐、心術唔好，而且唔係好正當，同埋仲好容易會破財。喺四化星當中，天府只有化科。而庚年命同埋壬年命嘅人見到天府就會化科，化咗科之後，金錢上會好有信用，而且好有責任感，得到人哋嘅欣賞同埋認同。好適宜做啲同財務管理有關嘅工作。喺感情上，如果天府星坐夫妻宮，咁你嘅另一半係一個唔浪漫、唔識甜言蜜語、唔識搞情趣嘅伴侶，但係佢會好堅貞。一旦認定你係佢嘅人，佢就會一條心，啖屎都唔偷食，非常之咁專一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我哋會再講解另一粒主星，記得 like
follow、訂閱支持。如果想深層啲了解自己個命格，歡迎過嚟批命或者報我嘅玄學課程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